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2020年，国人平均的寿命已经来到80.9岁，其中男性是77.7岁，女性是84.2岁，拢来创下着0年来的新高。而愈活愈老的台湾，真侪身体康健的长辈，拢趁着有阳光投入到志工的行列，嘛来创造一波老人服务老人的风潮。像这个68岁张明如，一礼拜有6天，拢咧帮忙送餐，关怀着独居的长辈者，唔拿来做公益，嘛会当得到成就感。啊，那70岁老过僻居阿嬷，加入到新北市推出的时间银行的计划，即摆先来服务别人，未来就会当换取到接受服务的机会。愈老活愈好系列的报道，做伙来看这段银发志工的故事。哎，你看了我都秃了，我没事了。我现在是68了嘛，听来啊，他们会叫我少年嘞，或者小阿哥，因为他已经80、90岁了。这些老人家好可爱。陪伴老人是我一个很有成就感，你会觉得说我们有被需要到。与其说我服务这些长辈，倒不如说这些长辈是让我学习。可能在20年后，我就跟他们一样。高大。逐天早起的9点外，准时到社福单位的中央厨房报道。伊是今年68岁张明如，用充满着元气的正能量，开始一天送餐的任务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这样子，等一下，保存。详细来开进路线，拍便当包装，一切妥当，刷来准备出发。我对我嘛，我对我嘛，好啊。真侪钱甲长辈来互动，用心来问因身体状况。张明如做送餐的志工已经6年外，短短2点钟，就爱骑乌多摆4界走，爱甲烧火火的便当送互19位的长辈。我现在是68了嘛，听来啊，他们会叫我少年嘞，或者小阿哥，因为他已经80、90岁了。这些老人家好可爱，那你就会真的就关心他们。他们的生活习惯怎么样？突然有一变的时候，你就感觉不对了，马上我们就感觉啊，马上要回报了。超过65岁也未退休，张明如伫物流公司上班，一透早甲第一批货送完，就赶到社福单位服务，下晡继续来送货。也不过一开始，伊嘛是强拄强投入社福工作，随着时间久了，才豆豆找到重心甲意义。当初进来是想说啊，就应该没创啥，多一点那个交通费，但慢慢跟老人家接触下去了。很舍不得他们，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，怕哪两什么都可以。所以去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说便当放着就走人，看看他，有时候聊聊天。在哦。对啊，那你在讲，给5千。哇，你嘞！送餐的对象大部分是独居，或者是厝内底无法度照顾适龄的老大人。张明如做志工2000多日子以来，用要唔捌来缺失。啊，你电话关莫关掉，关掉吼，好，看看是哦吼。专车就门接送，小心扶着80多岁长辈到楼骹。伊是王俊干大哥，这天伊有一个特别的任务。啊，你食饱未？英啊，我未食。英啊，未食，啊，中昼食。哦，我这边了吼。20位银发活动志工，带着15位行动不便弱势阿公阿嬷到百货公司大采购。除了采买，更加重要的是关怀甲陪伴。买无？你是给我看看卖一个吼。这是什么的？这馍啊，内底馍啊，有无？这甜的。这甜的。嘿，看到我们人老的时候，怎么去
让自己活得快乐，因为你老了，你的小孩基本上应该可能没办法在你身边，夫妻2个一定有一个会先走，那剩下怎么办？所以我参加这个也是在让我学习那个时候我怎么办。王俊刚58岁，家己经营公司，20多年前加入志工的行列。对伊来讲，学长辈经验做生命过程的交流是上满足的收获。伊嘛带太太甲后生做伙做公益，甲温暖传送给更较侪人。这个是教科书上没有在教的。然后这个是你自己亲身体验的。你老了，你是这样子的生活呢，还是要那样子的生活呢？在我们的服务对象来说，因为我们大部分是长辈嘛，那我们的志工有一些也是年龄偏长，所以有些时候在关怀访视的时候，会觉得他们比较容易有共鸣。就是可能他们年纪相仿，或是长辈的辛苦，或是这些身体的病痛，我们志工也懂，所以有时候在电话问安或是访视，其实会有一种更贴近、更同理的感觉。2020年，台湾人平均的寿命已经来到80.9岁，2025年就会进入超高龄的社会。真侪身体健康的长辈，家己的厝享福比起来，因选择投入公益，创造一波老人服务老人的风潮。你好，这是我们的手冲咖啡。我就是在65岁那一年，大概2年前正式退休。那去年又帮我朋友又做了几个月，所以等于是今年1月我才是正式就是退休。然后我就全心全意在志工这一块，好好的去做。68岁数外仔姐，退休前伫咧大卖场做主管，嘛捌家己创业，伊真爱艺术甲生活。平常时唔那伫咧美术馆服务，嘛伫咧社福团体营运的咖啡厅做志工，学无共的技能。你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，那你学到的东西是你自己的哦，不是别人的。如果你没有出来当过志工，或者说你没有来服务过，你就不晓得你能够得到哪一些。越早越好的准备，就是不一定是要在长辈这一块才在提这个问题，而是现在开始就要去提到这个问题了，就可以开始从成功脑化的这个概念开始去思考，包含了身体的健康、心理的健康，还有就是社会的连结以及经济的独立这个面向开始去做思考。带阿公阿嬷耍导游，带因做伙跳做健康促进的运动。伊是70岁老过撇机，3年前参加新北市推动的时间银行的计划，即卖照顾别人，未来都会当外出接受服务的机会。只是转换来以后，我们老的时候可以让别人来照顾我们。我觉得现在我身体还很健康，这些时间我没有用到，我可以把它捐出来，比我更需要的人来用。撇记阿嬷少年的时阵，伫咧加工厂做课，因为大家赶到红晒小连续破病，伊甲工课辞掉，留伫厝内甲因照顾，前后数10年，一直到3个人前后过往，伊开始到社区做志工，慢慢拍开心房。老人家就会说。啊，你长得好漂亮哦，头发这么长哦，啊，你敢那布袋戏红啊？结果是老人娱乐老人，觉得陪伴老人，我真的是我一个很有荣誉感的那个成就感，因为你会觉得说我们有被需要到。新北市是台湾头一个推动时间银行的地方政府，实施7档外，已经有3600个银发志工，服务超过3700个长辈。卫福部的统计，全国登记志工的人数有109万人，其中65岁以上的高龄志工都有22万人，占1/5，将做志工群内未当欠缺的重要角色，更加实现老人扶持老人的精神。长辈65岁退休之后，还有蛮长的一段时间，所以我们才会建议说，其实从还没退休之前，就可以预先做一些准备，也许。前面一些时段为了家庭啊，为了生活打拼，那当这些都不需要你担心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你想要开始去尝试的事情？没有办法完全的说，我就一定要就业，或者是一个很固定的一个课程，然后让他们去做参与。我觉得这个部分一定要从长辈他本身的优势开始做后续的一个建构。其实长辈都很需要爱跟认同。
跟被认同这件事。小资高龄的社会形态，长辈要安怎充实第三人生呢？透过研发就业、参加志愿服务，或者是社区的参与，互家己勇敢对望的机会，唔来当降低食老母老用的负面的印象，更加会当提升自我的价值。我这样还能动，还能做的话，我继续服务这老人家。退休之后要干嘛？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，但是可以肯定，一定也是会在志工这个领域，我会更加的投入。不管是政府或者是民间单位，其实我们都是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希望我们之后能够更好的去接住这些老化的人口群，然后让他们可以更健康、更快乐、更自主、自觉的去做他们想做的事。有一天咱拢会老，虽然年龄不可逆，但是提前做好自我的规划，就会当描绘出老年生活美好的蓝图，启动乐活的人生。在这个愈活愈老的时代，互家己会当愈老活愈好，愈老愈精彩。